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列王记上卷18章第1节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军装。最近台湾的选举上热门的议题，大概就是军备啦吼。台湾有需要军备无？做成无共款政党的这个对战吼。但是事实上，咱看到咱所面对的歹厝边中国共产党的这的军机啦、军舰啦，逐工安尼甲你高甜，这个军备真正是必要，毋但是必要，佫是有紧迫性的需要。咱台湾毋是好战，也毋是要求战，但是咱必须爱有这有够用佫好的军备，才会当避免战争。也亲像圣经的教导同款，伫路加福音记载，有一群上帝所差遣的天使甲天军来黑暗的旷野中间，各样的人来报佳音。伫这中间，天军所代表的并毋是真正迄个军队，乃是咧表明上帝保守的权柄甲规律。因为上帝为着咱征战，就好亲像军队同款，这代表着上帝的权能甲伊的规律。上帝保守、看顾，透过亲像军队同款的能力，伊来保守以色列人免除对敌势力的攻击。基督徒应该穿着上帝的圣神的军装来面对亲像大军亚阵的对敌，也好亲像伫列王记上卷18章第1节到18节的经文所记的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到第3年，上主的话临到伫以利亚讲：你去见亚哈，我要落雨伫地面上。以利亚就去要见亚哈。迄时撒玛利亚饥荒真严重，亚哈就叫伊的管家俄巴底亚来。俄巴底亚毋是不知敬畏上主，亚西别在抬上主的身体的时阵，俄巴底亚将身体100人藏起来，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，用饼甲水来供应因。亚哈甲俄巴底亚讲：你着四界去找着所有的水泉边甲溪边，看会当找着青草袂，通互马、驴活地，才免精生死去。因就分区去找，亚哈行一条路，俄巴底亚家己行另外一条路。俄巴底亚伫路呢拄着以利亚，俄巴底亚认捌伊，就扑落去讲：你是我的主以利亚是无？伊应讲是。去甲你的主人讲，以利亚伫遮。俄巴底亚讲：你的仆人有犯什么罪？你竟然要害我，互亚哈来杀死？我只着永生的上帝，你的上帝来救抓，逐族逐国，我的主拢派人伫找你。因若讲伊无伫遮，就叫迄国迄族的人救抓讲，因实在伫找袂着你。当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，以利亚伫遮。我一个离开上主的神，毋知要
甲你带甲去啥物所在。我若去甲阿合讲你伫遮，伊来找无着你，就会甲我杀死。毋过你的仆人对少年就敬畏上主。当亚瑟别伫杀上主先知的时阵，我所做的减无人甲我的主讲嘛。我将一百个上主的先知藏起来，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，用饼甲水来供应因。当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，伊利亚伫遮，伊一定会甲我杀死。伊利亚讲，我指着所服侍的上主万军的统帅来咒诅讲，今仔日我一定要互阿合看到我。俄巴底亚就去见阿合，甲伊报告。阿合就来见伊利亚。阿合看到伊利亚就甲伊讲：“你这个害以色列人生惨毒癖的啊！”伊利亚因讲害以色列人生惨毒癖的，毋是我，是你甲你的老爸的家，因为恁去杀上主的诫命，去对巴力。当咱拢知影这个故事的背景，当以色列这个伊利亚面对济的这个巴力的先知的时阵，伊所要对抗的是一个恶势力。伊所需要的并毋是所谓的军力，或者是家己的气力。先知伊利亚所需要的是上帝的同在，因为伊有上帝为着伊来征战，伊就互伊伫即个势力真单薄的即个情形下面，会通来赢过遮济巴力的先知。也因为伊利亚先知坚定倚靠上帝，伊就明白来指责阿合王。18节所讲的，伊利亚因讲害以色列人生惨毒癖的，毋是我，是你甲你的老爸的家，因为恁去杀上帝，去对巴力。为了要对抗恶势力，基督徒就必须爱倚靠上帝的气力。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，甲因提醒的话就非常的明白，因为伊讲人袂当靠家己去对抗这个邪恶。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的是保罗安尼讲，标题是写甲邪恶交战。最后，我劝恁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气力做坚强的人，就穿上帝所赏赐全套的武装，互恁徛在，通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咱毋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这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。权力者、掌权的在交战，所以就用上帝所赏赐全副的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的日子会通抵挡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来持守伫阵地。所以就徛在用真理做大厦。用真理做大厦，佮用正义做护行家来称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下大，做来称，着不是用信心来做盾牌，通拍化邪恶城内火的箭，着用拯救做头盔。用圣神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
只有安尼装备家己，基督徒才会当来对抗恶势力，才会当甲歹交战的过程的中间来得胜。咱再来看保罗拄则讲这个内容，已经强调，所以着徛在用真理做大厦，用正义做护胸甲来穿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来做下穿。着不是用信心做盾牌，通拍化邪恶者射来火的箭；着用拯救做头盔，用圣神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追求真理，就爱对每一日读经开始。有上帝的话语，咱就成做咱身上的武器。读经才会当明白上帝的正义。有上帝的正义，就成对咱的护胸甲，会当抵挡歹的恶者的攻击。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就爱群走拍拼，将和平的福音甲人分享。伫面对困难、危险以及恶者的攻击的时阵，就爱有坚定的信心做盾牌，才会当抵挡。亲像保罗所讲，有这一切就会当抵挡所射出一切的火箭。诗篇125篇，为着主民求安全。我靠上主的人，就亲像锡安山永远坚固袂摇拽，正山包有伊耶路撒冷。上主嘛安尼保护伊的子民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邪恶的会权柄袂继续管辖义人的土地，才免义人受逼做歹。遐会做好心正直的人，上主啊，求你恩待因。毋久行向歪巧的路的人，上主会甲因甲做歹的人做伙刑罚，愿和平归乎以色列。感谢上帝赏赐阮真理、正义甲信心，互阮有热诚来传扬和平的福音，互阮会当抵挡黑暗的恶势力。求主帮助阮用坚定的信心来军队，坚定的倚靠上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